就现量上好。啊，若无法度的时阵，伫厝嘛是练酷数，一工呢加减啊练习餐时价的酷数，练习符合，练习办到的酷数。咱的浅显莫去想讲咱的浅显无甲我叫，还是讲我住总园我拢毋知。伫厝家己就练习做人才，背符合家己酷数。安尼有啥物好处？咱各位浅显，这样我就会甲浅显聊啊。人世间有人世间的阶级，比如讲你乡公所内面有乡长、秘书，但是有员工，就是伊的阶级是毋拢有安尼分。咱家己有安尼分无啊？嘛有呢，各位浅显，咱讲要当去，较拄啊，老师甲咱迄句寄语哦，各位浅显，咱敢会当当去啊？敢会当回天啊？咱爱回天的，你若讲你真白，你爱去拍拼哦。你若讲我白，我就袂正呢，爱拍拼出来做人才，爱学做人才，出来做技工，像安尼有班咱就听班，会当像迄洗衫机，甲咱的头壳，各位浅显，你为时啊才会感觉这个人咧讲话，我听拢袂着，我足生气。我看到这个人足生气，敢有迄种经验？敢知影为虾米？迄就是你的头壳的内面的毒素上侪。这叫毒素有关系哦，有哦。你看一个人欢喜，看起来无欢喜，这拢有类似一条原因的。迄毒素伫即摆医学叫做基因毒素，伊会走你的神经。所以为啥你讲一个人吼，你讲我明明知影道理真好，但是我拢做袂到。我明明知影讲安尼袂使黑白讲，袂使白做，但是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嘛想要去做，我嘛想要去讲，敢会？到安尼时阵，其实大部分的人拢有受到即种基因吼，人讲的你的神经走神经的这个病毒。你要怎么把病毒排出来？要常常默念佛号，佛会甲你净化。所以现在浅显讲，定来活动，定来看经典，定来学习人才，咱来做人才，这就规身躯为头到尾，为你的神经的都甲你抽出来。有咱拢嘛知影，做好人敢好，好人敢好做。大家就开始摇头啊吼，做好人敢好，好啦，好人敢好做，歹做，歹人敢好，好，歹人敢好做，好做。你若遮奇怪，大家拢摇了真顺安尼，摇头哇哇吼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或许今天站上来也是抱着分享，若无用伫家己的身躯顶，你看袂到。咱来运动，咱看，咱就是有做者来自四面八方。各位浅显要一个概念。四面八方，一间厝内面的习惯、想法，敢会共款？袂哦。一间运动过来，遮侪人想法、做法，敢会共款？你看到的，若无共款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要怎么办？迄人讲安尼，迄人讲安尼，迄人安那，迄人安那，不是，迄叫做念头纷飞，咱就是念佛、念佛。头拄有讲哦，念道道义，来，